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红城作品延长会伫咧明仔载国安会议决定，要传出民进党要杀入去立法院审查，在野党唔背书，引起因的反弹。国民党伫9合1选举选赢，所有地方选议长的时阵，国民党议员投走票，和民进党选调议长伫高雄家人拢发生这款的情形。结果疫情当咧严重，可能出现变种病毒。另外，国内疫情第3阵高峰，可能伫咧明年2月初和过年人丁大上会台有牵连。总统蔡英文明仔载要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做兵延长可能就会定案。经过行政院核定了后，会送到立法院查照。不过有风声讲，这民进党团想要把这查照改做是审查，在野党也批评中央，认为这款的做法是爱因在野党背书，引起因的不满。陈玉玲中将。向进前的将官第一，总统蔡英文伫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国防部长陪同，2日主持111年下半年陆海空军进任将官续任典礼，拢总20人进任少将，8人进任中将。陆军司令部政战主任陈玉林是头一个女中将。对兵役可能延长1年，陈玉林讲国军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以及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们的国军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建构坚强可恃的防卫战力，我们越是做好准备，企图侵犯者冒进的几率就越小。我们越团结，台湾就越强大。陆军司令部在部队训练，或者是对官兵生活照顾的这方面，都有持续精进的规划跟做法。那我们也会用最务实的态度来执行。总统，明天拍板兵役延长吗？总统府证实，蔡总统27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再向外界报告。一定影响的是民国94年出世的越南兵役延长案，经过行政院核定了后，发布前必须爱上立法院查照。传出民进党团有意甲查照改做审查，有3个月审查期。在野党批评政府等候国会逼调野做伙背书，敢做不敢当，还要求国会。包括在野党一起来背书。蔡英文总统执政下的这个民进党政府甩锅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要权力不要责任，碰到事情就是政治考量。陈明总讲，行政命令较早拢是查照，民进党团安尼做是伫陷行政院甲部会脆皮，问苏院长是毋是要落台？柯清源讲，政府敢若爱权力，无要负责。当然是尊重各党团的意见了，所以这个事情再单纯不过，那请各党，那对于在这个意义上面，大家要能够凝聚出共识。对这争论，郭建明赶紧背会，表示尊重调野各党的意见，若无改审查，就按照程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这届9合1选举呢，这国民党伫13县市选赢，不过正副议长选举却伫咧高雄、嘉南、花莲、台南，拢出现偷走票情形。亲像高雄市议会的正副议长是由民进党的议员康如成和退出国民党无党籍的陈俊杰来选调，就国民党的议员认为讲，这党中央长期无重视南部，也认为陈俊杰的行为伤害国民党。我一定会中立、理性，不分党派、不分蓝绿。陈俊杰讲，家己以无党籍议员的身份，和民进党议员康如成合作选调高雄市议会正副议长。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希望党中央会当甲伊开除党籍。对伫陈俊杰的变卦嘛，互国民党市议员戴丽娜向党中央提出抗议的声音。必须要重视南部的声音。如果你不了解南部的整体的状态，你是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南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情的情形。但丽娜讲，陈俊杰的行为已经伤害到国民党，但是嘛看出国民党伫高雄的经营出问题。若是唔改善党内制造，也阁有3粒也未变的炸弹。另外，这边基进党嘛党互陈俊杰，也引起选民的不满。理念型的选民当然会对于和国民党前成员的合作有所疑虑，但是现实上又不得不考量副议长可能会被国民党直接拿下。基进党强调，这票是观察票。不过学者嘛认为，民进党的康如成和国民党的陈俊杰合作选调正副议长，但是未来技术运作未必然会顺利。国民党虽然看起来是输了，而且内部问题爆出来，短空嘛，长是不是多呢？还要看国民党的努力。那民进党呢是短多嘛，哈，民进党内部
其他的人来讲，是不是完全服气，也值得再观察。学者认为，虽然国民党失利，不过这也是内部重新团结的机会。另外，民进党组成机关真多，这摆说和国民党合作恐惊也有真侪人不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看线来看到基隆，这基隆市的正副市长选举，国民党议员张宏丽这票是偷走票，到互民进党来互因来摕到这个市长职位。这是国民党头一届失去基隆市议会市长席处。国民党的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成就讲，这偷走票议员会开除党籍。交接应信。基隆市议长选举平盘，国民党张宏丽和民进党党主委尤其关键的一票，民进党选赢议长。张宏丽讲为了保温，因为捌接受党主委阿公董英的帮助。不过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成讲一定爱处罚。应该是会开除党籍，但是明天要开完会，我们有考纪会，明天会开考纪会。现在这个都是个人行为啦，这是人性丑陋的一面嘛。国民党第22县市议长选举摕到15席，民进党4席，无党籍3席。不过那赢失去关键基隆市议长宝座，这是1950年来头一遍失去议会主导权。我们不要团结，对于任何非常党的考纪会也会在事后继承排程。国民党结合于大选选赢13县市，宣布都伫正副议长选举延续这个气势。基隆、花莲、台南、高雄拢有走票。高雄副议长陈俊杰去民进党扣去，选举前退党；花莲县议长张俊当选了后退党。那互党中央协调机制失灵，高冲击党主席朱立伦领导威权。党内分裂出现警醒。不听中央的号令，这当然对中央，特别是对党主席的权威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在这个县市长的部分的选举的成绩不错，所以说可能这两者之间呢，还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可能要再隔半年左右，大概才看得出来说，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呢，是不是有大幅度的松动？学者分析，政党愈来愈无法度约束，国民党必须重新思考甲地方原来直接的方式是不是无效，强化甲地方派系沟通，降低对2024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拢是民进党的议员，不过吴金红普是继续伫咧传。民进党立委陈廷辉就呼吁检调应该爱动手啊，和外界认为讲这句话是咧针对新任的议长曲丽丽。今日早起呢，本地要和市长吴伟德指挥出席活动的曲丽丽说是无来。台南地检署表示，议会选举的争议已经在调查，曲丽丽也出面表示尊重这检调调查，希望纷争赶紧结束。民进党选调台南市的正副议长，不过乌金的争议犹原存在。共党正国会立委陈廷辉就呼吁检调赶紧侦办。还是国民党自己的议员去调查站去报案，那这个部分这么明确，国民党的议员也确实有做了不一样的一个投票行为。民进党不是一直在强调扫黑金，要扫除黑道。那怎么会？民进党现在是跟黑金跟黑道摆在一起。陈廷辉强调，无论是客家80个庆案，也是罗地坡的案件，公电利益的风波，种种乌金的争议，拢甲民进党牵连做伙。那其他的议员冇话要讲。陈廷辉委员呼吁检调必须出面的事情，我相信检调是独立机关，只要有任何不法的情事，他们一定会积极介入侦办到底。生命威胁之下，不敢来投票，跟党团的决议投票，我认为。这是很严重。台南市长吴伟德成功连任，头一件代志就是签署台南市府透明廉政公约。除了要化解前经法局长牵涉贪污的负面影响，马上定新的执政团队无干预黑白污的空间。如果有什么不法，那这个虽然选举结束了哈，但是整个的一些调查啦，或者说这个司法的了解，我想都会持续的进行。那如果有任何的包括压力，或是包括的金钱，或是任何的暴力介入，都是法所不容，而且民众也无法接受的。那所以我们也是尊重检调的调查，那也希望赶快的厘平这个所谓的社会的纷纷扰扰。那何正国会立委暗示牵涉乌金的新议长曲丽丽，台南市地检署嘛针对议会选举的案件已经分他2案调查，目前也未对外详细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14162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的是增加37%。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接落来有这过新年的庆祝活动，可能会互病情搁再拖出去。建议有症状无做过疫苗的老大人甲囡仔上好莫去。就算是伫咧户外人，也是定定，尤其是爱挂嘴暗的。指挥中心也推测这疫情第3轮的高峰会伫明年2月初，就是旧历过年了后，可能和这民众南北安尼走，也有台商回台有关系。第3波疫情来啊，新冠本土2礼拜已增加14162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已增加3%，中重症31例，死亡有14例。指挥中心表示，这几天疫情有快速增加趋势，有高目前开始的今年第3波本土疫情高峰会落伫明年2月初，单日确诊大约3万例。它的这个高峰平均内周的这个人数可能是在3万上下那日期高峰的日期可能会是落在这个2月初。王必胜表示，最近因为亚诞节关系，真侪所在人直统统会加速疾病传播，接落来也有跨年等大型活动。就算是伫户外，也因为人伤济，上好将嘴暗挂起来。佮建议3类对象上好莫参加，就有发烧、呼吸道症状者、自主防疫佮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需要快筛阴性才当参加。无注疫苗的长者、幼稚等脆弱族群，也无建议参加。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本土疫情的上升，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保持警戒。另外，金马小三通采取分阶段开放，头一波将台商排除在外，互未少台商真失望。王必胜强调，这摆小三通开放主要是提供予金马离岛居民使用，希望开放1天1班。马祖是1礼拜上济2班，那台商要转来，会当加利用金马有的是航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北京疫情管制了后，发生大规模的感染，真侪所在呢拢是这4大感染，而且有真侪所在重症的加护病房拢挤满了。还因为这亚洲真侪国家疫情拢压不落来，印度宣布要缩按防疫政策，中国、香港、日本、南韩也个泰国旅客若准备入境，就要交出这快筛阴性证明。医护人员是无用试试，病院内底患者是叉。中国宣布放零防疫管制以来，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传染，高是北大第3病院，每天都有超过600个急诊的患者，而且大部分拢是济岁人，有未少的省重症加护病房，即嘛全部拢已经满啊。我国呢，近3个月来已经监测到 BF7、BQ1、SBB， 这个传入我国，一共是发现近3个月有130多个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输入我国，优势传播还是以 BA5.2 和 BF7 这个为主。病毒拓了真凶，加上民众的免疫力无够，恐惊中国会变作是变种病毒大量生团的所在。不过官方的讲法是无介烦恼，嘛宣布为这礼拜开始，别个发布每一天确诊的人数，也若都市通勤上班的人是更加重视自我防疫。大家反正还是照顾好自己吧。就还是尽量戴上口罩，虽然已经阳过了。有做好跟疫情共存的准备，毕竟封闭也不是长久之计。同款烦恼变种病毒畏团，也有美东地区，到日时为止 ，XBB 病例已经占全美国18.3%。XBB 是 Omicron 亚型变种病毒 BA.2 分出来的。美国传染病学家胡基进前讲，以粗粗的变种病毒、甲亚型变种病毒 BA.4、甲 BA.5为预防目标的经新版疫苗对加射，对 XBB 也是有一寡防护力。虽然对加射的防护效果有限，不过因为变种病毒住院治疗人数目前也无直头增加。因为亚洲真侪国家的疫情也真严重，印度伫新年的假期加强入境检测隔离，尤其要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甲泰国的旅客都要交阴性的报告。国内的防疫规定嘛，更加严格，伫公共场所一律拢爱挂嘴暗。公司新闻杨眼编译。中国疫情是真严重，台湾也出现3钱买药的情形，着民众买真侪普拿疼一寡退烧止痛的药寄去中国，互因的亲戚朋友。全国的药师工会全联会进前就发文，请基层的药师，若总有人要买药买这真侪退烧药一届上济，敢若会当买到80粒。另外，卫福部下晡要找药厂清点药品的库存量。指挥官王必胜表示，目前也阁无这具体限制买药计划，先互病院诊所卖欠药也希望讲这个徛命济买药的情形莫来发生。
药局会计顶普拿疼退烧止痛药已经封抢了。社区药师表示，今年5月本土疫情发生以来，就这种情形，药商嘛唔敢铺货。国家最近中国疫情严重，传出部分民众买真济普拿疼寄予中国亲友，所以真济人抢买。曾经遇到有一位是要寄到工厂去的啊，他就跟我说，可能他一次就要50盒以上。为了避免民众囤药全国药师工会专联会进行发文报告基层药师，若做发现民众购买真济退烧感冒药的状况，请拒绝，搁加强民众的宣传，进行通报，呼吁民众一届购买上济80粒，差不多一家伙仔4个人5天的用量。对啊，然后这样比较公平啊，留给需要的人啊。我们家不囤药，所以限不限购对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卫福部是药师8月下晡要求药厂针对普拿疼、共生酚和乙酰氨酚的药进行相关会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成表示，这个会议主要是要查国内库存量，也甲未来生产原料是不是受影响。存量如果还够，那我们就比较不会用比较强力的这个，比如说类似实名制的这样的措施哈。根据是药署统计，国产乙酰氨酚只是药品，有效药品许可证有77张，其中47张继续生产。王必成讲，中国这届疫情未真紧结束，根据咱国的经验，这届疫情行线至少要3-4个月，所以必须查现有药物库的存量，会优先保障医疗院所用药无问题，所来再来决定药局指示药品是不是要做限制。希望卖行到爱心也侪个月。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烧麦无好喙，烧拍是无好手。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小姐，伊伫网络顶头铺文讲，12月2日，伊坐台中市290公车有老大人行动较慢，这公车司机竟然就骂这老大人耽误大家时间，一时路见不平，气死迎人，就出声甲这个司机讲。司机说用公车歹去啊，所有旅客拢爱落车。这个香港来小姐就去甲阻挡，司机竟然出手甲拍。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讲，会来了解这过程，司机若总有唔对，也会加重处罚。对监视器就当看到，明明有一个小姐徛伫咧公车头前，不过这个司机也是甲车拄过去，也阁夹到这个小姐。虽然公车司机就落车，甲人塞去到顶仔卡，而且阁对人去卡动手，规个过程拢互边仔店家看到。就推他嘛，然后他就摔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帮忙，我就过去看，然后就看到那女生就直接被司机摔在地上。轰拍是一位香港籍的小姐，伊讲伊伫咧7月2日要坐台中市2906公车的时阵，有一个士大人因为上车骹手较慢，互司机骂，所以伊才会出面维护这个士大人。结果司机竟然向以车害去，唔管塞车做理由，然后甲规台车的乘客拢赶落车了后，准备要走，所以这个小姐才会挡伫咧车头前，想袂到去互暴力对待。他是挡在我们车头，那驾驶就是把他推走。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是协助去处理的嘛。他对方对方也是接受这6000块，驾驶也跟他下跪道歉了。台中客运表示已经和这个小姐以6000块和解，然后司机嘛已经向人回息了，公司也甲这个司机记2支大告处罚。另外，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已经要求业者提供司法公车的完整影带，若是驾驶有讲话态度歹，还是出手强拍，会当处罚。将向台中客运处分3万元，另外也纳入公车评鉴扣点。公车评鉴扣点将影响该公司后续年度的一个亏损补贴可请领额度。但是很多都是问他哪一站有到哪一站他有理不要理不理，很多这样，很多不是很少。因为台中市这个月初也拄发生一个印度籍的乘客险啊，互公车司机赶落车的代志，真在许多人拢真怨叹讲公车服务的品质歹。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除了会厘清司法经过，也会加强要求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桃园龟山有一间卖菜色果子的店家，要求消费者先付一笔钱，豆豆消费。不过却传出讲业者绕跑，佮甲咱的群组拢抬掉，上百个消费者钱拢乌有去，因也成立自救会，要对业者提出告诉。铁门拖落来无营业，桃园龟山一间配送菜色果子的业者，发起先甲钱欠入去，再佮消费的方案，煞若抢钱款的就做伊走，信息嘛袂回，佮甲咱的社群删除。而且社区内底有100多个受害住户，找无人头退钱，找经理长来协助成立自救会，会针对业者甲钱拢让去的行为提告。你有储值吗？有啊。你储多少钱？吃3000啊，我只是去买菜而已。对他们倒会很意外吗？
还真的不知道，他们就临时啊，他有说他要来谈理赔，可是最后就没消没息。目前累计已经破100位受害者，那金额从数百元到上万元都有，有个厂商过到50万的一个金额，所以大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自救会。受害民众表示，业者伫8月初8父亲节发起欠钱入去就会送物件的方案，8月25宣布结束营业，嘛答应伫12月15进前会退钱，不过煞伫11月15的时阵，甲咱相关的社群拢删除，而且无阁回任何消息。消保官呼吁受害者，都要赶紧采取法律行动，会当向消保官提起申诉，或者是向法院提起救济。假如这个业者在捐款潜逃以前的前几天还在收钱的话，我们消保官会怀疑他可能涉及到刑事的部分，建议消费者在诉讼的部分也要走刑事的部分。消保官嘛建议，未来若拄到爱先欠钱入去才消费的方式，要甲点头先签书面的契约，记录金额甲付钱的方式，一方面会当做收据，另外一方面主管机关嘛当要求业者，都要照契约照品照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北里有一排铁厝昨是大火烧，朱宗庆搭客剧团100多平的仓库也用烧了了。剧团表示，明年2月演出道具也拢烧去啊。目前初步估计才开始损失1500万，已经有含厂商直接确定这道具会当赶紧定做，会赴明年2月演出。文化部表示会尽全力来协助剧团渡过难关。画面内底这间铁厝是规个烧甲乌有去。因为25暗时啊，新北北里这间铁厝的工厂发生大火，还阁炭烧过几啊间铁厝，到在无人调伫内底。伫拍火的过程当中，也有消防人员受伤，到在人有平安。也若导火原因当地调查当中，不过其中一间100多平厂房是真出名的朱宗庆搭个剧团的仓库，内底包括伫要演出的戏出木兰，遐个大型的道具布景，规个拢烧了了。打击团仓库里面是。放这些纸张了哈，这个木材类的哈，那个燃烧哈比较激烈，旁边有机械的哈，还有后面的仓库啊，都吞放蛮多的可燃性的物品。木兰的演出所需要的部分，布景道具放在仓库的这个部分，大型的道具一定都是摆放在仓库的，因为我们的乐团的排练室空间不是那么大，所以呢一定都是摆在那边。朱宗庆搭个剧团以结合京剧甲搭个乐器的木兰这出戏。伫个国家戏剧院演出，3年后嘛有搁去表演，即届重新搁翻新，明年2月要伫咧台北、台中甲高雄演出，想袂到所拄着火灾，目前因当伫咧清点烧去的物件甲损失。刚好服装跟乐器，因为我们最近都在排练，所以都是放在乐团这边。现在也在紧急盘点，到底有多少的布景道具还放在仓库要紧急重做的。我们希望正向去面对，所以当然是希望就是如期的举行。因为最近这几年来，包括坐风车、游人等等各类真出名的表演团体，接连续发生仓库的火灾。针对朱宗庆搭个乐团仓库大火的代志，文化部表示，已经有打电话给艺术总监朱宗庆，讲会全力来协助，而且启动表演团体急难救助的机制，协助因渡过难关。文化部嘛强调讲，会持续推动表演艺术程度计划，协助表演团体改善程度的安全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在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12月2日开始，因受到暴风雪吞打，那这交通拢无法度运作，甚至有不少人死亡。另外，英国媒体也有整理资料，讲这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上报有50人死亡，其中灾情上界严重的纽约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人因为暴风雪失去性命。强烈的暴风带着大量的落雪，和纽约州第2大城水牛城陷入黑暗。纽约州州长霍克尔直接用战争这款的词来形容这场暴风雪带来的严重状况。We are in a war. This is a war with Mother Nature, and she has been hitting us with everything she has since the late hours of Thursday into Friday, Saturday, and now on Christmas morning.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整理各地的统计，北美这场暴风雪到目前为止至少50人死亡。除了加拿大的4个人之外，美国境内死亡的46人，在纽约都有18人。面对强风大雪，甲4月会当看到超过1公尺的积雪，就政府呼吁民众较忍耐，等暴风雪过去再出门。I cannot overstate
how dangerous the conditions still are. We need people to stay off the roads. Yes, one more day. I know it's Christmas. I know how hard it is. 那市区民众无法度出门上街，买坐飞机来往各地的旅客，这几天会当讲是无法度登堂。近日美国部引用的统计指出，超过1700个美国国内甲国际航班因为机场天气真歹，也是跑道积水，所被迫取消。Our whole airport shut down, so we drove to Omaha, Nebraska, got on a flight there, then DC, delayed in DC, and now we're here. 纽约州政府已经向联邦申请发布紧急状态，已经得到北京同意。另外，气象单位指出，这礼拜刷落来几天气温会淡薄回升，部分西状况有希望解除，算是不幸中的好消息。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讲到12月24这天暗时呢，一直发生意外，伫西班牙西北部有一台巴士对40公尺悬的桥顶栽落去河内面，造成6个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发生公车爆炸，影响到病院甲人家厝，这意外有15个人死亡。事故现场当地落大雨，救援人员请吊车，用锁吊挂的方式，要把这只落落下底的巴士，要调伫内底的民众救出来。这个意外发生在西班牙西北部维戈市，日时平安暝暗时9点半左右，这只巴士载搭才去感觉探监的人，经过这条直直的桥的时阵，向落落40公尺深的山坎，迄当阵下底溪水是真错流，救援人员趴伫公车顶，要找找生还者，搜救的任务是真困难。后来这只巴士63岁运将，甲一个查某乘客有顺利救出来，不过也是有6个人不幸过往。La Guardia Civil se mantendrá aquí permanentemente para continuar con la investigación y es probable que se proceda a la extracción del autobús. Vamos a intentarlo. 这只巴士的司机经过检测，并无食酒塞车，嘛无食毒。官方推测，就有可能是因为天气歹才会造成这个悲剧。另外，伫加拿大西部卑诗省的公路，嘛伫平安暝发生有巴士变气的事故，致使4个人死亡，53个人受伤送病院。因为当地8礼拜落暴风雪，当局表示，车路结冰就有可能就是事故的原因。也若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东边的城市，8日透早，因为有一只油罐车卡伫桥骹爆炸，传出真大的声音。原本真欢喜的圣诞节是规个变调去。It was more like a bomb. Then we saw there was flames. We saw fire under the bridge. Like what wa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Then we saw a tanker which was burning. 这个大火嘛，牵连附近的病院甲2间人家厝，造成真严重的灾情。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加悬到15个人，还佫有37个人受伤。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美国最高法院前几天才裁定讲，继续延长川普的移民的驱赶令，让真侪留伫美国墨西哥边界移民规个失去希望。因唔愿意离开，甘愿伫咧结婚，而且零死时迄天呢，即个该只过平安暝。希望这拜登政府会当早一日改变心意。不过这个时阵，共和党执政的德州呢，又搁再重新施行，甲这移民呢用巴士，甲伊载去副总统贺锦丽官舍门口，毕竟也牵制。讲这款的行为是残忍，而且是不体。辽过冰链河水来到美国墨西哥边界围墙前，虽然美国最高法院进前裁定继续延长第42条移民驱逐令，大镇拉丁美洲移民也是未死心，对围墙前人排真长，等待有一天会当完成美国梦。真侪滞留伫边界移民，甲收容所客甲满，一寡人糯米配家伙伫收容所外冷叽叽过暝，会当有一个厝顶闪风的人已经算幸运。Soy de Perú y bueno, me siento feliz de haber estado aquí, aunque sea con frío, pero feliz. 有一寡移民互人安置伫简单的布棚内，暗过耶诞假期0度左右气温，互因大家寒甲挡袂掉，赶紧伫布棚搭黏纸补强，搁起火烘烧。Porque quiero pasar Navidad más que sea en un lugar donde no pase frío, la verdad. Quisiera más que sea estar bajo un techo, ¿sabes? Así como todos aquí quisieran estar pasar dentro de un techo, porque el frío es fuerte. 这有老无厝的移民，搁互政治人物摕来做斗争工具。耶诞暝又搁有为德州来的3台巴士，甲101至103移民等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关提外，其中搁有未少囡仔。有的人伫零下9度气温，敢穿布衫。北京发言人谴责这是残忍、可耻、搁危险的行为。有关单位已经暂时将因安置伫较长这个所在。共和党主政的德州甲亚利桑那州等所在，批评拜登
行政府的移民政策伤过软正，地属边界逐工拢有真侪移民走入来，互因无法度负担。啊，毋过甲移民等伫遮个所在，也互人批评共款无法度解决问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法国巴黎耶诞假期真无平静，有一个69岁查甫人，伫咧平安夜进前呢，举穿太死衫的库德族人，也有3个人受伤。嫌犯承认讲，伊讨厌即寡外国移民。这个枪杀案也引起库德族人的不满。伫24即天有上千人、几落千人上街头抗议，所发生警民冲突。法国巴黎警方公布监视器画面，穿红色外套的查甫人，就是枪杀3名库德族人的嫌犯。伊犯案了后，行入一间铁头毛店，提枪击着内底人，后来民众冲出门，嫌犯是互其他人制服。这名69岁凶嫌是退休的铁路司机，顶礼拜5伫巴黎第10区的库德族文化中心甲附近库德族咖啡厅枪杀2男1女。落网了后，伊甲检方讲，2016年厝内轰动了后，就出现诱惑甲自杀现象，从此对外国移民有变态受训证书。事发迄天，库德族团体拄好举行2013年3名族人遇害的10周年纪念仪式。想袂到，佮传出族人放大事悲剧，大批库德族人伫利时摕3名受害者的相片行上街路，爱政府互因一个交代。Maybe next time it will be me or other people. We really lose someone important in our community. 这场原本举着和平诉求的示威，后来所发生有民众伫街路放火狂车，影响未少的车辆甲店家。警方用催泪瓦斯反击，民众纷纷甲流目屎，也阁有人当场昏去，市区陷入混乱。巴黎检方调查了后，发现嫌犯是有无犯案。拜五迄天，嫌犯先到巴黎北区的移民社区走找目标，后来转到人较济的巴黎第10区。犯下这件互全国惊吓的枪击案，嫌犯去年也捌攻击移民，目前当咧等待审判。25精神的时，因为情绪无稳，捌移送精神病院。检方有计立将嫌犯移交法院，要以谋杀甲种族歧视等罪名侦办。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日本自民党安倍派参议员组成访问团，伫2日来到台湾访问，会见到总统蔡英文。今日下晡也是去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干事长谢经丰盛也强调，会甲安倍晋三的位置继续延续落去，互台日的关系变更较好。苏贞昌也希望访问团会当甲台湾斗3工，互台湾加入 CPTPP， 台日也会当积极合作对抗极权武力。台日关系继续友好，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施工宏成甲自民党安倍派参议员访台期间，会觐见总统蔡英文伫来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施工宏成强调会承接安倍晋三位置，互台日关系更加紧密。我々はですね、この安倍元総理のご意思を継いで、日台関係をさらに発展させ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決意を強く持っております。期盼在回国之后，能够在日本国发挥影响力，对于台湾参加 CPTPP 相关组织，能够多手协力。台日关系相关，不过第一岛链局势多变。日本国中通过安保3文件强化反击，也讲中国是上大战略挑战。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台100亿美金军援强化国防，引起中国气噗噗。中军2个用军演武力威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行动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计单日71架次绕台，其中47架次也飞过海峡中线，比8月为台军演较侪。也个讲伫空中看中央线尾对台美示威，或者认为第一岛链局势升悬，北京也爱负责任。解放军的这种常态化的一个经验啊，那么使得台湾跟日本的这个安全啊，越来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学者认为，美国拍拼甲第一岛链国家联手围堵中国，和台湾战略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加上美军大型侦察机到今年11月飞至南海挖600架次，比中对抗态势明显。台湾爱更加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是伊上任的头一天。蒋万安表示，早起开会有讨论到下年暗会和台湾灯会议题。下晡，蒋万安出席台北市议会大会时阵，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也送蒋中正的相片，予伊做礼物，提醒蒋万安无反差做错空间，民意这是一切。各位市府的伙伴，大家早安。我是市长蒋万安，期待在我们携手努力下，台北会有崭新的面貌与耀境。透过广播系统甲市府的同仁小酒问，台北市长蒋万安上班的头一天，延续前市长郭文哲的模式举行早会。蒋万安表示，早起有讨论下年暗会、甲台湾灯会等等的议题，这礼拜会逐工召开，所落来会有春秋来安排。针对绿营批评小类高的问题，副市长林奕华到明年2月才会上任。市长工课才袂好势，蒋万安嘛做出回应。其实我们这次小内阁的人选都是各领域非常优秀、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我们也要尊重他们原单位的这个相关程序的这个安排。市民朋友也可以期待，我们接下来都会用市政的成绩来向大家说明，也供大家来检验。下晡，蒋万安参加台北市议会大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嘛有准备物件要予伊，提醒蒋万安伊无犯错的空间，民意才是一切。蒋市长，你没有犯错的空间，用枪炮当上的都被我们台湾社会割舍掉了，更何况是用选票的。前台北市长郭文哲2月正式卸任台北市长的职务，早起为因兜行路去台大病院复工。过8年了后，重新搁倒去做医生。王世坚讲，无郭文哲的头一天，有淡薄仔袂惯势。不过未来要是会扮演好伊的角色，准备严格来监督蒋万安。记者综合报道。21月初8，台北市的这立委补选搁剩2礼拜，民进党的吴怡农甲国民党的王宏培早起拢伫咧路头路尾拜票。吴怡农讲，对手王宏培骂民进党有乌金，说伫咧昨的议长投票，甲票投予外界指控有这乌道背景的副议长叶林团。王宏培认为讲，这款的讲法是咧侮辱这个台北市议会真济机关的智慧。谢谢1号吴怡农。在台北市议员颜玉芳等人陪伴之下，民进党候选人吴怡农在街路甲上百人拜票，对手国民党王宏培一直拍乌道议题，说投票后做到指控看是乌道的台北市副议长叶林团，吴怡农感觉真口水。我们也看到我们对手的投票，其实这些都是公开的资讯，我们当然是觉得蛮讽刺的，因为打黑是我们对手从第一天开始，不断在做的一个选举的操作。那到最后，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选前只剩2礼拜，甚至要找副总统赖清德来助选，返回绿营基本盘。吴怡农指讲，目前拢在协调当中。另外，立委林奕华2月才接任台北市副市长，但区立委就变补选。吴怡农也讲，这比落跑更较严重。2号王宏威，拜托，谢谢。同款也选在路口拜票，王宏培全力拼选情，对投票后叶林团和民进党批评讲一套做一套，以严正反驳。还有其他他党的议员也有投票支持叶林传，所以现在如果民进党或者吴怡农的团队一直污指叶林传是黑道，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侮辱整个台北市议会很多议员的智慧。王宏培表示，进前画出形势和百姓的政见，由民进党的立委来支持。反对人批评吴怡农政见，到目前为止拢无法度行出共阵的。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今，这基准利率已经成事解路，买厝的压力也增加袂少。根据对内政部不动产的资讯平台统计，今年第3季这主体买厝外估平均是26.91年，是有史以来上届高纪录。
我国父纪念馆行路唔免3分钟就会当到结婚站，4块位还佫有各种美食餐厅会当选择消费。这是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308巷宽敞平素39.85平的老公寓。虽然厝龄已经52年，也毋过因为地段好，今年7月也是以3600万每平90.3万的价格成交，地起利息存款，老厝中间时行，有哪侪民众偏向买中古厝。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第3季全国主体平均买卖厝龄已经达到26.9年，比去年同期增加1.6年，从统计以来上老纪录。价格上，可能还是屋龄比较高的吧。看你倾向在哪边啊？如果你在台北，一定买不到那个价钱，一定是没有那么空间没有那么大嘛。那你想要大一点的话，可能就往林口那边。那进一步观察6都今年第3季的平均买卖厝龄，其中各以台北市31.39年上老，新北市是27.9年，只有桃园市是20.73年，也未略变高标。房价越来越贵，尤其是新屋哦。在近几年哦，因为都更啊、危老条例的一些奖励之下呢，老屋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哦，确实有增加，所以也相对的让这样的一个平均的屋龄增加。那房地产市场未来表现，台经院调查发现，营建业景气继续减弱，房市半年预期有关是伫加动。目前呢，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在经济成长率目前在各主要机构是处于下修的一个阶段。那另外就是在利率的一个表现上，首次交屋的部分，房贷利率已经攀高到1.935%，所以在这个房贷利率的它后续的一个影响将会持续的发酵。台经院认为，在2月央行国起利息0.125%，加上国期股对国内经济情势看法继续下修，进一步互民众买厝意愿下降。评估期久长，预计今年房市成交量会破超过32万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文书工作者连吉成，伊的爸爸一世人拢在守护灯塔，也互伊对灯塔有真深的感情，认真找找灯塔故事。最近伊也出册要来分享鹅銮鼻灯塔的历史，也个守护灯塔故事，咱这回来了解。这个人叫黄清荣，是灯塔王。为什么叫灯塔王？因为台湾有36座灯塔，他跑了20几座。手咧现册，目睭发光，嘴讲内底老相片灯塔秀的故事。屏东的文书工作者连吉成出版的一道光，一世情缘，初版是为了思念老爸，来写灯塔守望者的故事。如今再版，佮加入文化旅读，帮互读者了解到更加侪灯塔的历史意义。这一本书主要是因为思念我的父亲，还有这些灯塔2代的这些感情了，就是有情有义的故事，所以特别的出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善书啊，它里面有一些有关交代、仰望啊这些很珍贵的故事。连吉成讲，台湾的四面拢是海，大基灯塔拢会存在必要，尤其是鹅銮鼻灯塔，就徛伫咧世界关键的水路顶悬，打起台湾甲世界商业往来动人，嘛会当用家己过去伫鹅銮鼻灯塔工作的经验，写册详细讲出对鹅銮鼻幼路佮澎湃感情。因为从小一出生3个月大就被领养到鹅銮鼻灯塔来。那更有趣的是，我第一份公职你知道吗？我第一份公职当鹅銮鼻的理干事。这个灯塔呢，它是一个台湾哦，全世界哦，它是全世界哦唯2的武装灯塔啊，是非常雄伟的。就亲像天上寺庙妈祖婆守护万千的渔民百姓，有真侪游客拢捌来过鹅銮鼻观光。连吉成表示，未来嘛要规划多元的旅读活动，以导览解说方式，带领读者游灯塔看大海，期待以无共的眼光来认捌灯塔的历史甲海洋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在偏乡地区交通不方便，医疗资源也较无周至。最近南投县政府和埔里基督教病院合作，在中寮乡卫生所设物理治疗所，希望予有需要复健的老大人会当直接去到卫生所做治疗。人若是食老，筋骨动作拢会变较慢顿，甚至少年时代的伤，佮行起来痛，有当着要靠物理治疗、豆豆复健来解决问题。即马中寮卫生所内底就物理治疗所，乡亲唔免搁吞吞身躯的病痛，或者是搬山过岭，开几啊点钟去南投市区，就会使做物理治疗，时代拢感觉真方便。中寮要出去南投车邦西，搁真无方便，车过足近的，因为阮是在中寮人。
足好安尼足方便的。我家己即摆我也袂晓开车，我嘛拢来这做复健。物理治疗所每月都会吸引大概800人次的乡亲来使用那也会节省这个大概3小时的这个乡亲奔波。咱岛县府针对老人人口比例较悬，而且无复健治疗所的乡镇，找病医甲医疗机构来合作。这个就是和部里的基督教病院来合作，利用中疗卫生所的空间，引进物理治疗的设备。所以它不再是单一家，未来这个模式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新模式，让我们的南投县大家的医疗伙伴能够一起来。这个部分呢，算是一个超前的部署，因应我们未来呢长照的需要，老年人口照顾的需要。即摆有这个物理治疗所，通帮助老人袂退化伤紧。每礼拜阁有骨科医生来到看病，也互偏乡的医疗资源愈来愈较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提升屏东县的救援资源，保健病院关注一只新的阿鲁米救生船，和屏东县的水上救生协会，希望这只比树林船更较勇、更较安全的救生船，会当帮助到救灾。装备歹的树泥船坐咧，搜救队出动去抢救渡水的人。不过，一寡救命的树泥船更较勇，若是用久啊，嘛是会受损破气。所以，伫咧屏东长期做公益的保健病院，就要来一只阿鲁米的救生船，送予救生协会。会救的救生艇已经救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再捐了一个新型的救生艇，那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然后来引发大家的爱心，大家一起来帮这个社会一起来努力。因为屏东民间的水上救生协会，平常时嘛拢会协助消防局、甲海巡署等等的单位去搜救。因的装备拢是靠消防局提供，也是民间捐助。这间保健病院让10外档，搁再捐一只耐操的救生船，互救生协会long足甘心。这种艇不会破，这针对我们以后在救灾的时候很方便，比较安全。也非常感谢那个这医院这一次抛砖引玉，让我们获得这一道很新的船。几个比较大的那个危险水域，就是常常发生溺水事故，在那边安排所谓的救生站、救护志工。接落来，救生协会阁要开始举办新年度的救生讲习，甲培训新的救生员，阁再加上即届首次的新船，民间做伙来加强咱的救难资源，为明年热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环保署推动环保夜市，今年有台南的福华夜市、垦丁大街夜市等等入选环保夜市。环保署也表示，要伫咧明年进一步公布环保夜市的指引，包括粪扫分类、减少使用塑胶碗等等，希望全国夜市拢会当向这个方向来改进，和民众哪些夜市会当哪个环保。夜市除了有好料通食，真侪店头档仔嘛开始注意环保，亲像改用重复使用的餐具、失败油烟设备等等，嘛响应政府的减塑政策。旅客进来消费的时候，他有规则，我们有放那个分类的箱子给他们来丢弃垃圾。但是最终呢，我们有一个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个垃圾集中场。来派专人来去分类。环保署表示，这几档除了推动环保夜市，嘛公布环保夜市指引，制定各类环保项目，除了规范入选的环保夜市，嘛互市民票选需要改进的夜市，希望全国夜市拢通提升品质。预计明年顶半档就会公布。另外，疫情转好，真侪夜市表示生意有豆豆恢复正常。那我们的人潮大概。回流大概有6、7成回来了。那暑假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错。现在是因为是落山风季，所以人比较少一点点，可是连假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的游客呢，已经慢慢的回流了，差不多有8成左右了。已经进到以前的水准了。过来就要迎接元旦连假，各地观光夜市嘛真期待。这届选环保夜市是透过民众票选加秘密客查访，入选前10名的环保夜市。除了特有的台南福华夜市，还有垦丁大街夜市等等。记者电话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
讲到今仔日明仔载呢，这日头是会骗人的哦。这寒流虽然有较减弱，不过各地头早暗温度拢差真济，低温拢伫咧10度以下。气象局也继续针对全台湾15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那讲到水汽方面呢，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大台北的山区有机会落雨。其他的所在是到外岛是侪云到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1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9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9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在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